你已经就是分别。世人就变会使分别，袂使讲你是福啊，我就是你的前面，你一定要尊敬我。哦，你今仔会了解，就是我来卡呢，袂使。所以呢，咱来讲，一个智慧的人来话，是无啥物差别啦，所以唯有在智慧的人，才能会当了解公道，了解公道。只有真正在智慧的人，才会当了解伊自身本体，会当了解个真正意思。所以真正，咱今日修行，就是要了解真正自身有关物件的。所以你要看着古人做出讲来到尾，这讲就是要讲，互你真正了解你自身本体的物件。你这个物件若无了解，你我怎么是的？所以师尊大人讲，不偏利远行恶。你无明白这个，你是别当行恶。你无明白你自身有这个物件，你是别去做你就手工呢？这一点。所以呢，在智慧人呢，才会当了解公道。知道明甲污明呢，是无分别，知影明甲污明呢，本来这个无分别啊。也因为是这张无有二见分别的这个真如自性，才是实在本性。也唯有会当了解了解七无两种分别的这个真如自性，才是真正的实相，咱的实相的本性。圣人，随时已经是清净圣人啊！伊未成圣人，伊就嘛是甲咱相像啊！咱了解嘛，伊嘛是甲咱相像。伊若无咧这个体，伊嘛未成圣人啊！释迦教授若无这个体，伊嘛未成佛祖啊！咱一定要了解。你对伊甲上圣人过去的做人，你甲上难也是轮椅来去讲圣人，咱就是来活落单。就是不乐单，伊若是干事嘛，是这个人名，所以讲这个你看是轮椅来的，我始终咧讲这个物件，伊家不乐到我，讲话啊，真赞话啊，我见义气啊，伊见义气啊，有快嘅进步，有快嘅进步呢，无快嘅进步，咱嘛是个后生咧。做事我那个师傅老在人讲我见某人义气啊，未见某人义气啊。那是单单是真正，咱个做事也咱练本性内面的这位呢，咱后日搭真正会转去呢，所以是也无停困的，一定要持续不断，无停困。唔知讲真书记第7讲到。事理不作，心是好恶，插必有我落去。黑疑之气，回应不良，这黑疑之气回应不良，何有我在？黑疑之气必不，必然呢，回应不良，何有我在？你再来看看。这一不修，不干，不能说，不想，不能干，是我有呀，所以规定都是啊。我若干无助，我若真无助，所以呢，干无助呢，30几个考验，人考无助就甲考甲目睭拢出来，把自己后生先，伊是外国去，无一个办事叫中央办商处呢，伊学真了无得来。你看，先看一个人，叫咱再看一个人，有些像，咱若看着佛菩萨，我就来看着菩萨的心。咱既然别安我就那个小人，咱既然别安，咱既然你就是观察咱小行慢啦，咱不会有修啦，咱不会有修。也因为是这无有两种的分别，这真如自性，这是咱实相的本性。处实相本性，在凡夫无来讲呢，并没有减少了。这个本性呢，这是上本性，以这个凡夫甲这种无明的这个fund道呢来讲，并无减少。
哦，所以咱以前足高的分道，足低的分道，嘛是交给菩萨买单，啊，所以呢，我是想讲啊，有相命观，就有相见观，啊，有相命观啊，有这个相命，哦，有这个相命，啊，就有这个相线，咱感觉讲人加开相线观是啊无这个相线观，有这个相命观念，因为这个命会变化，这个性本来就是不变化。啊，这就是较不同的，不就是这个物件，啊，咱若是这个物件，吼，啊，人也要修这个命，就较重，啊，咱不要修，咱的命就来就来就偏，来就偏。有相线，有相命观，有相线，啊，这个就是咁话。那反正讲这是跟你相线观，拜托你来好，真正嘅代志哦，所以呢，伊来讲啊，这个古还嘛无较讲究，在天人现象来讲呢，并嘛无较简单不简单，而且处在烦恼的环境也不乱，这个自性本身就无乱的，乱是你的心在乱，你的心肝乱糟糟，咱能讲乜呢？你的心肝乱糟糟啊，你来想一大堆啦，你有当人家讲，你本性乱糟糟，我来从乜嘢人讲？无讲这个本性乱糟糟，拢讲你的心肝乱糟糟，大安尼讲，但什么话也讲啥，心肝咧乱糟糟了，哦，大家了解，哦，在修禅这个时阵，哦，嘛无离空寂，嘛无天昏地暗，皮皮转在行，在转在行，哦，了解，不是断见，也不是相见，这个物件嘛无断见，也无相见。就是因缘万万就是安尼，因缘万万就是安尼。哦，人之初性本来就是先的，哦，性本来就是先的，本来就是都符合了三公摸想来的世界，一点都不一样。没有来嘛没有去，这个自性本来无来甲无去，无来甲无去。哦，有来有去是这个体，这个命的来去啊。哦，这个命的来去啊。啊，这个体在来不及啊！哦，这个四季的暖是这个样，是这个样。哦，无人过生命啊，是这个生过来，这个体当这个体啊。啊，这个物件我在小想讲这个啦，这个牌，哦，这个牌，哦，一定系了哦，所以不在中间，啊，境不在对甲我，啊。不在这个来，所以讲观自然讲心的，你在这观里讲出来，这观是不生也不变，这观呢嘛无生嘛无死啊，生无生无死啊，生死是命啊。哦，咱回来到今日才做这个是人讲，当然讲伊的成就是义务啦，哦，命是，伊是本性是上永远是如自在。伊是本性的真正是相，永远就是安尼，是永远不变迁的啦，永远无变迁，所以伊皆来看做道啦。未有天道，千里出道，天地随便出道上大，天地人间无分跟错开，甲后一日呢，哦，甲后一日呢，哦，这个宇宙晓无跟道那个变。道来个这些，咱一定要了解。道永远就是这些，哦，咱来是，真正偏地是山在合的啊，所以咱起码道是真正道是安尼哦，在性不精，在愿不精，这个凡夫嘛不较少，啊夫嘛不较济，嘛不较少，圣人嘛不较济，天人嘛不较济。不菩萨无较济，咱来了解，但是总体讲呢，所以啊，我根据咱在座这个前人，爱看爱看，那看袂开都是障碍。那么人障碍，咱是我怎么办？系啊，有后生嘅，有后生嘅。哦，你知道就难讲啊。哦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。
这款，讲大家都是嘛无看啊，四季相秋嘛，也实世间是哪面啦，四间三落啦，伊做啊做着较这款啊，所以我就这样呢，我家务嘅，伊咧做工会，伊就拢出成绩，伊拢去做迄个石头壁，啊早，拢去大船啊、造桥啦，咁做石头壁。迄裁缝迄个包工迄工头个，然后讲这个敲四杯，我老爸讲你要还是啦，敲四杯，这敲四杯到最难的包工去啊，伊嘛那捌敲三杯啊，伊若是咧看，伊就做较慢嘞，慢慢做，有只红头有没有？较侪个是只看你个打四打手啊，红头，啊你就四杯啊嘛，啊你钱你赚，也还是人钱个啦。他们才，伊若是一看，伊就慢慢做，慢慢干。哦，伊若是咧，就敲大腿，敲到滑，脚大，去做下去，伊拢叫啥物甲敲？伊讲咱后壁在讲讲，哦，伊讲啥个？敲四杯，哦，伊要喊死人个，哦，死都不死而已咯，咱这有钱人个，哦，也是死埋咱来了解，看伊世界过啥个呀？伊过时呢，嘛唔知，拢无啦，过时我多较看物件去啦，伊就讲我艰苦，你无艰苦啊，我讲多少，伊讲你无艰苦啊，伊出来是讲家己在想，阮后壁就讲好啊，坐起来，阮老母就讲，阮妈妈就讲，你拢甲坐起来，我要请人我有你们烦恼，真正我后生，咱两个做叫我人无你这样子能搞啊，食袂了来，食袂了。我就讲这是了吼，讲这钱，阮这边讲，哎呀，你哪会好啊？我哪有意见啊？都会是咱中心，都会欺负人。哎呀，你欠啊，你平常做啥呀？你欠70万，你家先得。你在阮大姐姐讲，我啦，做啥是讲有存钱，讲有存来70万哦，你知影？伊讲你家己做好搞啊，提成，讲毋知，我真无知啊。我讲你要分，你若要分哦，咱就5个查甫2个查某做7个，一人10万。你的迄个银行的考试分啊，我今仔就自己回馈。我你自己甲讲啊，妈妈你讲做啥事，我开我无分你哦。那是这样的现实啊，这世界里来了。因为人家咱是一个众生烦恼啊，透过经历之后来有经历，有了听，有了咱哪样来做？咱后日，莫讲生活菩萨啊，后日咱去上公来，咱就做欢喜啊！我来听啊，再来讲到这贵族的所在，贵族咱在做注意这两块的话，一定要方面大家都合起到咱现在爱插话，讲一块以外的。最后再跟大家去这个分到公，第三项1到5千公以前到公。再公3公，这两是除非公，分到公，再公3公，这两是除非公，下项1到5千3公以前到公，再公3公，下田2公，下田传师公，分到公，再公3公。下田1公，下田传师公。好，感恩，谢谢，前面我们。